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7月2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0篇撒迦利亚书第9章14节到第10章第2节，使徒行传20章17节到3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施比受。有一个非常没有科学根据的研究，有人说呢，如果你直接叫一个人伸出双手，那大家就会很自然的伸出双手，然后呢，两只手掌是向上的，代表着人们呢习惯领受、取，或是只有接受别人的东西。虽然这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啦，但是人们大部分的时间，特别是在信仰里面，他们都是在恳求上帝的赐予，领受上帝的恩典赐福。但是提到奉献或是给予，则比较被动，比较困难。撒迦利亚书第9章14节、第10章第2节提到了以色列的人民。上主要他子民上头来显现，他射箭有如闪电，至高的上主要吹号角，他在暴风雨中从南方而来。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保护他的子民，他们要消灭仇敌，他们要在战场上呼喊像酒醉的人，他们要使敌人的血涌流，像流寄生的血，涌流在祭坛的四角。在那日，他们的上帝要拯救他们，像牧人解救羊群脱离险境一样。他们要在他们的土地上发光，像王冠上的宝石一样。这土地将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繁盛。有五谷使少年人强壮，有新酒使少年健美。在春季，你们要向上主求雨，上主赐乌云降甘霖给万人，使人人的田地青绿。人民向偶像和占卜者求问，所得到的回答是胡言乱语。有些人解梦，只是在欺哄你们，他们的安慰没有用处。因此人民流离失所，像迷失的羊，他们遭受痛苦，因为没有牧羊人引导他们。以色列人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但却不愿意回应上帝的恩惠，然后却学习外邦人求神问卜，那就是偶像了，听信那些胡言乱语、欺哄人的话语。因为不听牧羊人的话，也因此就听不见牧羊人的声音。因为呢，他们只想要领受，想要支取福分而已，因而就疾病乱投医，他们就开始到处乱求。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这个教导的当中提到了基督徒的生命，应当要以分享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就像他自己一样。他引用了主耶稣基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20章17节到38节记载了保罗最后的教导。
保罗从米利都派人去找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让他们来见他。他们来了，保罗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自从我来到亚细亚省的第一天，我一直怎样的和你们相处，在谦卑和忧伤的当中来侍奉主，又由于犹太人的谋害而经历了许多的磨练。你们也知道，无论在公共场合或是你们个别的家里，在我宣讲和教导你们的时候，只要是对你们有益的，我都没有保留。无论是对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我都郑重地劝告他们，要他们悔改转向上帝，并且信我们的主耶稣。现在为着顺服圣灵，我要上耶路撒冷去，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到什么事，我只知道在各城市的圣灵都指示我，有在监狱和灾难等着我。但是我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为的是要完成我的使命，成就主耶稣交代我的工作，就是见证上帝恩典的福音。我在各位当中跟大家来往，宣扬上主的主权。现在我知道今后你们都不能再见到我，所以我今天郑重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沉沦，罪不在我，因为我已经毫无保留地把上帝的旨意传给了你们。你们自己要谨慎，也要为圣灵所托付你们照顾全群谨慎，要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借着自己的儿子的死所换来的。我知道在我离开后，有凶暴的豺狼要混入你们中间来伤害羊群，就是在你们中间也要有人造谣撒谎，诱惑门徒去跟从他们。所以你们要警醒，要记得在3年的岁月里，我怎样的日夜用眼泪劝诫教导你们每一个人。现在我把你们交托在上帝的手里和他恩典的信息中，他能够坚定你们的信心，又把他为自己的子民所预备的福泽赐给你们。我从来没有贪图任何人的金银或衣服，你们自己知道，我用我这双手的工作来供给我和同工们的需要。我在各种事上给你们留下榜样，告诉你们应该这样的勤劳工作，来帮助软弱的人。要记得主耶稣基督亲自说过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说完这些话，保罗就跟他们全体跪下来祈祷，大家都哭了，抱着他亲吻，跟他道别。他们为了保罗所说的此后不再能再见这一句话特别的伤心，他们就送他上船。怎么会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呢？这是出自于耶稣基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7节，他说：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另外在路加福音第6章35节，你们倒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
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要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人。保罗引用耶稣基督的教导来谈到自己如何靠自己的双手供应了自己还有其他同工的需求，因为他知道这是主的教导，也是蒙福之道。诗篇100篇全地啊，普天下要向上主欢呼，要欢欢喜喜地敬拜他，要唱赞美诗歌到他的面前，要知道上主是上帝，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属于他，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牧养的羊群。要以感谢进入他的圣殿，要以颂赞进入他的圣所，要感谢他，颂赞他。上主至善，他的慈爱永恒，他的信实万代长存。谢谢主赐恩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去爱人，去给予。求主教导我们，不要只看重自己的福气，叫我们乐意帮助人，周济人，因为主教导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